中国大陆自去年底到今年开年，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大城市殡仪馆爆满，火葬场连轴转都烧不完死人。很多医学界、科技界和艺术界的名人相继去世，据传都跟疫情相关。但是中共当局不允许医院注明是因染疫而亡。据 BBC 驻中国大陆记者的实地采访，农村在中国新年期间天天添新坟，棺材供不应求，而官方都不统计。中国实际染疫去世的人数是个谜。据 BBC 驻中国记者描述，在路上开车时，他们注意到一些新堆起来的土堆，很多。一个放羊的农民证实了这是新的坟墓。农民说，老年人去世后，很多家庭都把他们埋在这里，实在是太多了。某一天有人死了，第二天又有人死了，在过去的1个月里一直没有停止过。2月19日深夜，有关杭州2所中学出现新冠阳性学生的话题快速冲上微博热搜，吸引1458.5万人次关注，引发民间新一波恐慌潮。根据网络截图显示，2月19日晚间，杭州多个家长群中流出一张西湖区某公办小学2、3班的家长通知书。该通知写道，接着2月19日下午18点，2、3班共有10人出现发热、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症状，抗原测试均为阳性。为了预防疫情在班级内的流行和传播，也为了更好保障每一位孩子的身体健康，根据上级文件决定，2月20日至23日周一至周四停课4天，无身体不适症状并且抗原或核酸检测为阴性的学生于2月24日回校上课。而另一则消息也在各个家长群不断扩散，内容显示，拱墅区一所公办初中已有多个班级出现多人新冠感染，且感染者大多是此前没阳过的学生。上述2个消息在家长之间不断发酵，引发众家长们焦虑。有一位家长惊恐地问，是不是新一波新冠感染高峰要来了？潮新闻、浙江日报随后证实，这2条消息都属实。有网友质疑中国疫情从始至终就没有平静过，并直言不得不承认是有可能在为某些情况做预热了。这名网友说，只是我实在苦于理解，或许永远也没法理解。重症与死亡这样的关键疫情数据为何不能持续滚动更新播报？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？这不是现在要预热了？开始这里那里零星秀一点情况，疫情的波峰波谷显而易见，一目了然。背景感染规模较大了，投射到学校里的概率自然增大，父母们也能早有心理准备。无语，不说了，没用。